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郭文泰所卡到的另外一案金华城的案件。进前台北市的副市长裴金星被传唤了后，检调长嘛第一届传唤到当时都委会审议委员陈春堂甲陈明杰。检调即摆是扩大调查的范围，已经约谈到超过30个都法局的人员。这郭文泰恐惊真紧就会互调去问。你会觉得委屈吗？前台北市副市长裴金星昨日和北检约谈，因为伊被指控在金华城用职案内底涉嫌独立厂商，外界点名后一个就是当时的台北市长郭文天。最关键的人还是彭振声跟柯文哲这2位，才能够还原金华城为什么能够从容积率560变840，为什么我们的都委会能够一直的开绿灯？柯文哲内部有没有可能销毁掉相关的证据？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检调单位能够加快脚步。议员呼讲，赶紧传郭文泰去问，价值100亿的楼地板的面积到底是安怎通过？检调约谈的范围愈来愈大。拜二以证人的身份，头一摆传当时的都委会审议委员陈春堂甲陈明杰，听讲检方已经约谈超过30位都法局的成员，要调查这个代志。外界关心这个市政府政风处的调查进度。政风处有先来约谈柯文哲过吗？我想，政风处会依照相关的程序跟规范来进行。无讲进度，毕竟这个代志关系到前任市政府的公务人员，未来除了政府的调查，外界嘛关心讲，敢会阁特别成立专门的法务小组去处理金华城的案子，我们的立场就是全面的配合检调，不管是监察院、检调都有来索取相关的资料约谈，政风也一定是全力的配合。正是讲市政府有人被约谈，不过调查的进度拢无想要加讲。检调什么时阵会约谈郭文泰，已经变成这个案件关键的一步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